主后2023年10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善香到富足的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9节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上帝赐予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惠，因有对患难经历真济考验，还佫充满欢喜。虽然非常散赤，还佫非常慷慨捐献。我会当甲恁证明，因已经尽因所话奉献，甚至超过因的气力。因热切求愿，互因有参加救济犹太信徒侍奉的公营。因甚至做毋若超过阮的期待，甚至遵趁上帝旨意，大声将家己献互主，然后交托阮。所以，阮肯提倒继续协助恁，来完成伊所开始这项慈善的工作。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诚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遐尼丰富。阮爱恁对这项慈善的工作嘛着遐尼慷慨。我安尼讲，毋是伫命令，是爱恁知别人热心伫帮助人，来考验恁的疼心是毋是真的。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诚侪善赤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赤诚做富足。对善香到富足的性命，保罗写批互哥林多教会的另外一个目的，是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募款。早伫1年外前，保罗就吩咐哥林多的信徒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捐献，因却迟迟无行动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即便搁用马其顿众教会的见证，激励因慷慨捐助。教会的富足不在伫奉献的济少，是在伫奉献的态度。马其顿的教会虽然富有，毋过伫患难困苦的时，犹原慷慨捐献。马其顿教会的见证提醒咱，奉献毋是有钱人的专利，就算困顿者也会当为别人尽心力得到喜乐。这也伫提醒富有的人，毋通变做为家己积聚财富，伫上帝眼中却无富足的人。保罗用马其顿的教会做例，毋是要互哥林多的信徒感觉见笑，是要搁再会到因心中渐渐冷淡的热情。因为安尼，保罗鼓励提倒继续协助因，完成伊开始的这件好事。所以，阮肯提倒继续协助恁，来完成伊所开始这项慈善的工作。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情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遐尼丰富。阮爱恁对这项慈善的工作嘛着遐尼慷慨。这件好事，就是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奉献。有一间教会伫咧建堂的时，因为教会本身并无富裕，牧师期待透过募款来加速建堂事工的进程。教会长老提醒牧师，莫简单一直想要世界募款，反正是爱用上帝话来建造教会，互兄弟姊妹了解家己爱有份伫上帝的工，同齐分担重担。
后来，当牧师为着建堂外出募款的时，已经教会也欢迎其他拄咧建堂的教会前来募款，彼此激励。结果，迄间教会的建堂事工毋但如期完成，而且还有剩通整修牧师馆。为教会的事工奉献，毋是一种施舍，是一种服侍。咱爱看一切的服侍，拢是为着主得做。因为主耶稣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的一个，就是好款待我。”马其顿信徒的散车，互因搁较会当体会遐伫散车中挣扎的人因的痛苦。散车互因搁较会当体会上帝的恩典，互因搁较愿意慷慨捐献。拄亲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：“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诚侪散车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散车诚侪富足。”因着基督甘愿诚侪散车，互咱因为伊的散车，生命因此诚侪富足。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咱为散车人的奉献，就毋是出于勉强，是因着生命的富足，发自内心的慷慨奉献。默想，关于奉献这件事，我是亲像马其顿信徒甘心乐意奉献，也是亲像哥林多信徒同款，需要受提醒咧。关于奉献这件事，我是亲像马其顿信徒甘心乐意奉献，也是亲像哥林多信徒同款，需要受提醒咧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甘愿为我诚侪散车，互我的生命因为你诚侪富足，愿你感动我，会当时时纪念散车的肢体，借着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互我伫好事有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